它让我们自己活下来。对，但是我们不能老这样，我们得要去解脱。对。解脱的方法呢，就是积极心理学。对。所以我其实以前就讲这些事情，但是没有把它跟这个佛学的苦谛连在一起。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一下增加了我们这个概念理论的价值。对，就是说众生皆苦，积极心理学是一种解脱的道，对吧？对，这特别好。哎呀，一下子觉得有一个新的一个说法和想法。另外呢，就是这个集体，对吧？这个佛学的这个四大真理的集体呢，他认为这个贪嗔痴是痛苦的根源。对，所以说我们积极心理学呢，把它叫做消极情绪、负面情绪。对。但是那个传统心理学呢，认为这是正常的。这就是为什么其实传统心理学把负面情绪认为是正常的心理反应，人都有。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有一个也有调和的问题了，就是说，首先我自己要调和，就是说我们认为是消极，那它真的是消极吗？我的消极呢是鉴于佛学的智慧，认为它是一种痛苦的根源。传统心理学呢认为这是正常的反应。如果你没有贪吃嗔痴的话，你没有这个欲望，没有欲望呢，你就没有动力。所以呢，有这么一个传统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的一个冲突。我呢，因为受到佛学的影响，我认为这不好，这消极。但是肯定有我们的同行不同意，对吗？他认为人要是没有这个，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他认为人没有贪的话，就没有这个商业，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兴起。就是说，他们有一套说法，对，这个就是您看有什么一些智慧，就是我们能够把这种话能够调和起来，说清楚。对。佛经里面他也是这样子啊，他也没有把这个所有的欲望就是当作没有用的，他也没有当作是负面的。对，他也觉得，比如说我想我要成佛，对，也是一种欲望，是，这也是一种欲望啊。那比如说我要去念经啊，我要去做功德啊，这当然更加是一种欲望。所以呢，佛教里面呢把这些欲望啊，就分开讲啊，哪些欲望是没有用的啊，没有价值的，或者是负面的，那哪些欲望呢是有价值的？那这个就是怎么个大家都是一样同样的这个欲望，那你怎么分呢？那你看欲望这个它的对象是什么？你比如说。是我自己的这个东西，我很喜欢这东西，那是正常的啊。别人的这个杯子啊，我很喜欢啊。那后面的话，那我这个如果不及时控制啊，那我就想办法去偷啊、抢啊、骗啊。是。所以呢，就是佛经里面讲这些欲望，你比如说人有这个贪嗔痴，这个就像传统心理学一样，这是正常的，有这个是正常的，你不用焦虑，我为什么有这个贪心啊？我为什么有欲望啊？为什么生气啊？这个大家都是有的，这个是正常的。是，但是这个欲望它本身啊，有些时候呢，如果你不控制好的话呢，你认为这个是正常没关系啊，那就后面就不正常了。是的。所以呢，就是它这个里面也有正常的，也有不正常的啊，也有负面的啊，也有正面的。所以就佛教就觉得他也没有认为所有的这些欲望，他也讲得很清楚了。他说这个你要放下欲望的话，这有一个次第啊，先放下你比如说杀盗淫妄，这对于这些东西的这个欲望，你想杀人是欲望，那肯定是要放下的。先放下。对，你要抢劫。那这个是欲望，你肯定要放。那你不能说这是我的很自然的反应啊，我就这个不可以这样子。对，但有些东西呢，比如说啊，我要去学习啊，我要积极向上，我要努力啊，我要健康，那这些都是欲望。那这些欲望呢，就是佛经里面讲，比如说，尤其是比如说我要去做一些利他的事情啊，我想做利他的事，这个也是欲望。但这个欲望是不能放。对。这个欲望放下了以后呢，那就是你比如说你不想赚钱，那你生意就没办法做了，最后也就赚不到钱，就这个道理。你就这个是要可以保留的
是，所以佛经里面呢，把这些东西是这样的分开的，分得很清楚分得很清楚的。对，佛经的这个像俱舍论他都研究这个人的心理状态然后呢，他们列出了就50多个心所这个善的和不善的，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观念、念头包括这个人的感受、情绪，对50多种。那50多种里面再分哪些是正面的，哪些是负面的同样是这个欲望它也可以变成欲望。那这些欲望呢，就是佛经里面讲，比如说，尤其是比如说我要去做一些利他的事情我想做利他的事，这个也是欲望。那这个欲望是不能放。对，这个欲望放下了以后呢，那就是你比如说你不想赚钱，那你生意就没办法做了，最后也就赚不到钱，就这个道理。你就这个是要可以保留的。是，所以佛经里面呢，把这些东西是这样的分开的，分得很清楚分得很清楚的。对，佛经的这个像俱舍论他都研究这个人的心理状态然后呢，他们列出了就50多个心所这个善的和不善的，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观念、念头包括这个人的感受、情绪，对50多种。那50多种里面再分哪些是正面的，哪些是负面的同样是这个欲望它也可以变成这个正面它也可以变成这个负面。是，那这样子分开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心理学他也会接受的，是吧？对，应该是接受的。对，我现在越来越认可就是佛学的智慧，就是说它有很多的分类还有这个概念还有公用的一些分析其实是值得我们心理学去借鉴的。对，我也觉得这个研究这个心理意识这一块的话，这个我们所有文化里面就佛教是非常深的，是非常深的。对，因为它的终点就在这儿。对就在心嘛，就在识嘛，对吧？对，所以这个我们心理学呢，可能不管是哪一种心理学，它都可以在这个里面去找一些东西，应该是可以找得到的。对。现在心理学的分派其实没有那么严格了对，就是以前因为有精神分析嘛，所以它就容易引起一些不同的观点，它就各立门户。现在因为心理学越来越自然科学化，所以方法也一样，观点也一样，所以实际上这个心理学越来越统一我也不知道是好事是坏事，反正就是说范式越来越一致基本上就是以前的弗洛伊德的还有精神分析的还有行为主义都已经放到一边去了都不谈了。但是我们做积极心理学嘛，觉得那些还是能够解释一些人的心理现象所以您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要把这个刚才说的50多种受，对吧？要把它引进来去看一看这些。对，因为这个研究感受其实是心理学最初的缘起。对，就是在这个1879年的时候，那个冯特那个心理学家他把心理学作为一个科学就是从研究感受开始的他用的是感觉，其实是一回事了。触觉听觉嗅觉这都是人的一些重要感受。对，像这个我们心理学就把这个佛教的这个大乘佛教的阿毗达摩里面的50多个情绪拿出来好好的分析研究一下对，好好研究一下。然后呢，因为这个里面呢，它的来龙去脉，它为什么怎么样形成，什么样的环境下形成，最后它导致什么样的结果，都是讲得非常的清楚。是这个也顺便给您汇报一下，就是我出了一本书叫《生活中的情绪心理学》把佛学的50多个情绪写进去了因为我们传统心理学是不谈这么多的有一个理论叫做基本情绪7个基本情绪12个这个2级3级情绪加起来不到20个情绪我觉得太少了这个西方心理学传统心理学就是讲这几个情绪这个喜怒哀乐这悲这些我呢就把50多个都加进去嫉妒贪欲反正我不管它3七2十一了，也没有什么依据但是我觉得我把它叫做生活中的情绪心理学嘛，对吧？就是我们的感受嘛，对吧？你跟我讲这个神经机制是什么，那另外回事。是。你以后再去研究，现在先把这个
概念打出去。还有几个问题，也是我自己爱琢磨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跟普通心理学有关系。刚才谈到是我们做积极心理学比较关注的。还有一个问题，灭题里头呢，其实提到一个就是破除对自我的执着，可以达到涅槃。对，就是我有点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太高大了呀？涅槃嘛，应该是超越了生死的一种状态，对吧？对。那么自我执着消除以后，我个人觉得是一个自由的、快乐的情绪。是。那这个也是涅槃吗？也是。这个涅槃解脱可以分很多不同的解脱。你比如说今年啊，就是某一个人很焦虑，那明年呢，通过这个心理学的方法治好了，那明年他就解脱了。涅槃当然不是佛教的这个涅槃，但是呢，它也是其中一部分，一个小涅槃。有这么一种说法。对。这次困惑了我好久。我说涅槃的都是这羽化成仙的那个感觉。对，涅槃这两个字的内容啊，就是我们翻译了我们中文以后呢，它就是超越痛苦。就这意思了。就这意思。超越了痛苦，不是超越生死啊，不是超越了痛苦。然后呢，佛教讲的痛苦呢，那当然他讲的是所有全部的大大小小的痛苦啊。对。那这个人，比如说今年焦虑，明年就恢复了就好了。那么他还没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呢，从这个角度讲的话，他超越了痛苦了，所以他也是涅槃所以他也是四圣谛里面的灭这也是这样子。这个可以高可以低。这个你知道，这是我们这个外行经常被这个凤凰涅槃给误导了。因为凤凰涅槃它是烧成灰了，然后再飞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你好像就是一个生死就是从这个死亡废墟中间爬起来，再站起来，所以有一个生死轮回的那个意思在里头。所以你看这个佛学的一些用法和日常生活的用法，有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歧义。是。关于普通心理学呢，我是有这么3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就在我们这个佛学的理论里头，那个90说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就是眼耳鼻食身意60。在新增加了这个应该是魏腊什还是末腊什？末腊什。还有阿赖耶识和阿莫罗什。现在就是前面那个末腊和这个阿赖耶是比较好理解的。就这个阿莫罗什，它是一种叫做清净识，对吧？它是大乘佛教后期补充的一个佛学本体。那这是个佛心，这就是佛心，这是佛心。对。见性即佛的佛心，是吧？其实平时就是真正不管是在心理学、佛学里面用的这个意识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只有80。只有80，只有80，60眼耳鼻食身意，然后呢就是加摩那跟这个阿赖耶就80。对。但是他们的本体是佛心所以把这个也加进来了。加进来了以后就变成了90。对呀，对。原来是80，后来再加了一个90。对。那个因为那个第9个是，他比如说像禅宗讲本来这个明心见性对，明心见性的人他可以看得到这个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是看不见，我们也没办法跟他接触平时我们也没办法进入这个状态所以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平时应用的就这么几个8个80才是对的。对。所以这个大乘佛教里面呢，有一部分就是小部分人就认为是90，但是呢这个不是主流的。不是主流，主流是80。对，我以前就是知道80，后来我看这个大乘佛教提到有这个最后一识，这一识往往也是我们不是特别容易理解的一个境界。是，这个在平时你比如说心理学呀、佛教的唯识里面，这个可以忽略的。对，好。那对，因为这个是容易让大家听不懂，或者看不明白，或者说太抽象。对。然后这个在我们佛学里头有这个4念处，对吧？就是我们也教大家身念处就观呼吸，对。受念处就是观察情绪，心念处呢
去观察自己的意念。现在有一个法念处，这个法念它是事物的本质，这怎么念呢？对，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念怎么去理解。对，法念处就是它这个4念处啊，前3个，它每个都有一个它自己的对境，对，对应的感官嘛。对。然后除了这3个以外的那些全部所有的万事万物都在这个法这个当中啊。这地方的法，它不是佛法的法，它不是跟佛法没有什么关系。这法就是翻译成我们现代语言，那就是实物，万事万物万事万物。那万事万物它怎么个去念呢？就是万事万物是空心从这个角度去念就对这张桌子，对这束花对它怎么念呢？我看它是空心我觉悟真悟这个是空心就可以。然后这样子以后呢，万事万物就是空心是这个4念处当中的就是层次比较高的一个。对呀，因为我们人，因为从我们心理学角度来讲，如果你要有一个物质基础的话，我们是要唯物主义嘛。对，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那万物让我们去空，就有点高了，对吧？高深。对，就一般人就不知道能不能修行得到是的。好，对不起这都是佛学的普遍问题，但是跟我们心理学有关系。那么这个止观双运，我刚才谈到了止修和观修止观双运。那有没有高低之分呢？就是止观止修和观修。止嘛，就是说专注力注意手鼻息观嘛，就是这个无常观嘛，就是洞察力嘛，对吧？就是从我们心理学角度来讲就是这2个，一个就是这种专注，对吧？一个就是这个洞察，那这样2个有没有高低之分呢？因为您刚才给我点醒，就是这个4念，这个法念处是比较高，比较这个难念的，就这个双运，这个双运的双修，这个里头有没有难处、难易或者难易？高低可能有高低之分这个是有2种，一个是有高低之分，一个是一体没有什么高低的，有2种对，那这个智和观智和观，比如说一盏灯比如说打个比方一盏灯，这个灯的这个火它是可以动摇的时候呢，它的光是比较弱的时候，是它不动摇的时候呢，这光比较强的时候，比较亮的时候那么这智和观是没有高低之分，是一体的时候，它是这样子理解的。这个比如说这一盏灯，它的这个灯火它不动摇如不动的在燃烧，这样子的时候呢，从这个角度叫做智，这个叫做智对。然后这个时候它发出来的光是很亮的，这个光的角度讲那就是这个叫做观。对，智和观，对。这个它有没有高低？它没有高低的，这个就是因为它动和不动就这个灯就一体的，那这样子的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知是什么呢？知就是心很平静，禅定然后呢观就是这个禅宗这样的明心见性，对，这就有高低了，对，就是一个是对物体的一个感知，其实是没有高低的有些时候是它没有高低的，对，但是对这个自己的心性智慧的一种理解是有高低的，对，比如说除了真悟以外，除了智慧以外对，比如说你心里面什么都不想，完全的这个清空放空，对就是很平静的这个状态，可以说是知，这个是知，对，那这个当中你比如说再去悟一个道理比如说无常痛苦这样子的话呢，那除了平静以外，你还有一点点悟性，所以有一点点高低，这有高低这就有高低了，对，哎呀，这太好了，对，因为我们在
正念的练习里头有止修和观修。对对对，就是你说正念的话有止修观修。对对。那我们中国人呢还是比较喜欢止修。为什么容易入手？对吧？你叫他入定，对，冥想，对，气沉丹田，对吧？对，手呼吸这些都很好。这个是。但是你要去做观，对，有点难。您刚才就说了，解释了，对，对，